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你嚟到天狼美食呢個頻道，我係杜師傅。今天同大家分享一個就係黃鱔煲仔飯。材料：黃鱔肉120克，黃鱔骨35克，大米400克，鱔骨湯、鹽、油、生抽、蠔油、鮑魚汁、薑絲、蔥花、胡椒粉、白酒各適量。開水燙黃鱔去潺，拆骨，爆香滾湯，重米水。爆香黃鱔肉，放味料。選擇靚米，適合嘅骨湯。猛火煮10分鐘左右，然後收慢火焗12分鐘左右，中途移位即可。甘香惹味可口，營養健康，老少咸宜。操作簡單，謝謝你嘅分享，下期節目見，拜拜。